3年前，我開始俾人叫做大學生。當時我根本未諗過畢業。社工學生，我只係記得自己係學生。社工識得㗎，讀書、上莊、做 paper、遊行、做 present、拍拖啊，呢樣好似冇啊 ，sorry。總之一切都好單純，想做就做，或者需要做就做。慢慢我開始發現做大學生唔單止係令阿爸阿媽開心，原來讀大學可以有意義，可以同人哋有火花，甚至可以有自己嘅火花。如是者，今日就係最後一日啦。係咪有一日我就會變呢？變成一個更加有經驗、能力，但又更加細膩嘅人。我忍唔住返咗學校同朋友玩，就好似我仲未畢業咁。我不停玩，我唔想記得我唔再係一個學生。但玩玩下，我扎醒咗。原來人生係一條單程路，冇得回程。我一直行，我以為從此我將會一個人行落去，直到終點。突然我發現，原來好多人同我一樣。呢班人我都唔知有邊啲同我真係可以一直做朋友。只係我突然好希望，就算過多10年、20年，我哋仍然一樣咁有默契，返嚟同一個地方。踏入社會，好似突然唔太可怕，因為有你哋，我哋之間好唔同，但係又微妙咁好相似。我哋係一班人。一班人一齊望個天，今日就會好天。唔知聽日可唔可以同今日一樣咁好天呢？One, two, three, four. 上街沒什麼聲勢浩大，但被不安養大，不足養大，哪裏怕表態？當中一起經過了時代瓦解，10大執位再10大，路上風急雨大，一起嚇大，聽慣了警